今次我阿樹要同大家回帶翻呢個超抵 package，計翻都係15蚊一個月就有無限上網，陪大家一齊走過經濟寒冬，守護荷包。第一步好簡單，只要大家開卡之後跟翻佢 send 俾你嘅 SMS link，upload 翻身份證，做翻實名登記，咁張卡就會自動啟用咗30日任用數據。循例同大家講翻張卡1個月任用數據，卡封面已經有寫包咗50GB 數據，但實際上超過咗50GB 之後係3.6M 限速任用，同埋張卡每個月亦都會送咗200分鐘通話。咁正常3.6M 已經夠大家流暢睇 YouTube 高清影片，碌下 IG 啊、Facebook 之類。唔想搞咁多嘢，開卡實名即用都係45蚊。用完30日之後，仲有48蚊餘額。最簡單用盡佢嘅方法就係開埋48蚊30日外遊數據，咁包咗中國、澳門、台灣、菲律賓、印尼1.5G。咁呢個方法最簡單㗎啦，但性價比就唔夠高。今次想同大家講嘅4個月無限又係點玩法呢？首先就係要買2張45蚊嘅卡，然後就通知我幫你加5蚊儲值額落去。4個月套裝嘅玩法，大家要跟住以下步驟做啦。話明係教學，當然有嘢要大家留意。咁開卡之後呢，裡面會有48蚊餘額。開完卡實名登記後，記得通知我該卡嘅電話號碼，因為我要轉翻5蚊俾你，先可以夠錢玩足4個月。呢個操作行內術語叫做射錢，但依家唔係好多卡可以玩到射錢，之後會再出片教大家。射完錢俾你之後，卡1會有53蚊餘額，咁先用卡1守30日無限上網先，但要留意翻之前同大家講，唔小心用咗啲餘額呢啲出橋位，因為呢53蚊你係要保留去到第31日再射錢去卡2嗰度。當你第一張卡用完30日之後，第30日開第二張卡，同樣都係先做實名登記。登記成功之後，要用卡1打返+101卡2嘅電話號碼，+40井打出。咁題外話講一講，咁可能有啲用家唔係咁清楚點解第一張卡轉錢嘅時候，淨係可以轉走40蚊，而唔係轉走晒入面嗰53蚊。因為張卡預設咗，你轉走咗錢之後，最少要有10蚊餘額留低。咁另外佢亦都設定咗係要轉走5嘅倍數，即係5蚊、10蚊、15蚊、20蚊咁樣。所以得出呢個玩法，你將第一張卡40蚊射落第二張卡，就會有40蚊加原本嗰48蚊，即係有88蚊餘額。咁就夠你用完第二次30日之後開88蚊。2個月無限上網，每月頭50G會升埋42M，即係第61日開始咁就打+101435井，扣除嗰88蚊，開通翻嗰個計劃。最後2個月計劃都係同之前一樣，每30日都係頭50G高速，之後3.6M任用。咁以下有啲嘢提醒翻大家嘅，咁記得開第一張卡嘅時候通知翻我電話號碼幾多號，因為要轉錢俾你。第二，非常重要嘅嘢，你準備開第3、第4個月上網計劃嘅時候，留意翻卡2嘅餘額足唔足88蚊，因為唔足88蚊係開唔到2個月計劃嘅。查詢餘額嘅方法就係+101井打出，跟住佢會有短信 send 俾你，通知翻張卡嘅有效期同埋餘額嗰啲。如果真係一個唔好彩發現餘額唔夠，睇下爭幾多錢，可以揾我補翻。呢張48蚊卡開卡除咗用完30日無限上網，佢本身亦都係有90日有效期嘅，所以卡2第30日開始用第2個月，之後就要到第61日開通60日無限上網計劃。如果你隔一日先開60日 plan， 但有效期得90日，卡嘅有效期一到，即使你個 plan 未完都用唔到。最後呢張卡使用嘅網絡係 CSL， 如果你用嘅地區 CSL 接收得唔好嘅話呢，咁就要留意翻啦。如果想用到盡，揸乾揸淨張卡，係咪覺得卡1剩低嗰13蚊喺度會蝕俾佢？雖然唔可以射走錢，但係可以開 plan 用埋佢嘅。有一個9蚊24小時20G無限上網計劃。咁記住喺開卡之後90日內開埋呢個 plan。咁個曲就係+1018323井。大家跟我22個半呢個價錢玩到真正無限任用數據，我諗呢個市場上面應該唔會有第二張卡有呢個玩法㗎啦。
如果有嘅，記得通知我。咁可能除咗香港，全世界我亦都諗唔到有邊個地方有咁平嘅任用數據，有呢個速度。至於購買方法，下面資訊欄會有網址提供。如果大家對電信方面嘅資訊有興趣嘅話，歡迎大家 subscribe、like and share。